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平安。牧师，咱今仔日录到第23集吧，是，咱来做复习一下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就是讲，因为有人可能先开始听，为遐头前才远着，毋知要为台听起安尼。但是咱今仔日爱先来复习迄个台语。好啊，我学到即嘛学差不多5个月。虽然讲到即嘛啦，但这5个月来算讲较认真地读。有去学讲，比如讲要安怎写啊，写白话字啊。咱爱先讲两个代志啊，就是讲台语两个足特殊的所在。这是我开始读到知影，一个是华语讲三元对立，台语三元对立，三元就是讲有三个音嘛，另外一个是字变调，字变调，华语有四声嘛，一安尼，台语算讲八声安尼。是。先来讲迄个三元对立啊，三元对立这，咱用一寡例来读看觅，你就知影。第一个是语言内底拢有，就是双唇音。双唇音就是讲 Peter 的 P 啊，boy 的 B 啊这样。台语三元的原因就是咱还有一个较深的声，就是无的声。这安尼讲啊，吼，迄。你头前你讲的，迄一个是波，一个是坡啦，吼。对。波吼，这伫台语内面是属轻声啦。对。迄个无的音吼，无迄音是属弱声啦。台语的声有分轻甲弱啦。对。伫华语内面，迄弱声拢无起来啦。迄弱的汉语爱写浊水溪的浊水溪的浊，对。我大概看了我毋知。迄浊水溪的台语要哪读？落水溪啊，就是落水溪。对。一时间我毋知哪读去，因为我听人讲，我今日上课听人讲落，我想说是落声，结果看伊迄讲义，才知影讲迄是浊水溪的浊安尼。对。就华语讲浊音安尼，譬如讲100的百嘛，100是波的声，波的声，迄 P 迄字。拍电影的拍的 PH， 都较轻声。食肉迄个 BA。对，所以无这个三个嘛，的100拍电影甲食肉，无输读较准，无输读一个100拍电影食肉，所以有三个无的声，拢是喙唇安尼合作伙的声嘛。简单讲就是波是迄个无送气，波是送气，这两个合起来都轻声，波是弱声，波无。所以即嘛最近一寡语言学家就讲安尼，台语有足特别的三元对立这种现象啊。咱之前嘛捌讲过嘛，你耳孔啊，甲你喙拢会较好到法度，因为大部分的语言啊，拢看咱两个尔。像拄仔讲英文看咱 boy 甲 Peter 嘛，伊无迄个无的声。台语是大家拢安尼哦，譬如讲，咱即嘛来讲迄个舌根音，齿根音，英语讲就是有迄个 candy 的 K 嘛。还有迄个 girl 的 girl，但是台语还有一个 girl，更较深的声，这足侪人拢读袂出来，我嘛定定读袂出来。譬如讲，你甲我的我，其实有 girl 的声，对，但是大部分人拢无迄个 girl 的声。所以你真搞迄个 girl 音，即马迄个 girl 音足侪，伫即马少年囡仔 girl 音拢消失去，但变得你真熬。对啊，你若真正去问人讲会晓讲台语无？你问讲。迄个咱这些我的我，甲你甲我的我有啥无共款？就这样的毋知影无共款。对啦，其实我嘛毋知影无共款。我是尾会晓写，我来看，才知讲一个个音。所以即嘛我就较认真读个音安尼。银行的银嘛是为了个音啊。对啊，但是就这样读银行。银行去，因为个音发袂出来。对啊，驾车的驾，甲较水的较，个音乐迄个乐。对，所以这三个都无共款，牧师读好啊。好，咱头拄讲波无，这是歌科乐，歌是驾车，科是较水，这查某囝比迄个查某囝较水，乐是音乐，真高乐的音，我是乐，拄啊，牧师讲迄个银行的银嘛，嘛是乐的声嘛。其实阮伫读迄个日本话的时阵啊，伊嘛是讲像银座无银子，伊讲爱读较歌的音，迄音嘛是歌的音啊，但是日语看来迄个尔，普通是袂读遐深，但是迄个银子伊讲你若要读台语的人，就会读较准。但是我发现
迄是有影会晓讲台语的人都有帮衬。咱讲真硬，伊对我呢，我是够硬诶，嘛是个音啊。我定下甲别人讲你讲即个人讲，嘛个音啊。甲空就差就济。对，个甲科会分别啦。对，但是爱配后壁诶迄个音开分割出来。对，配着我，像即款就定下袂记。对啊，另外一个更较刺激的，就是有这齿差音。想来较刺激，我发现讲，咱咧读数理的时阵呢，已经分三个出来，这就是节，啊个第七个七，啊个第二个二，对，这其实三个音是无共款的。对，迄个字大家拢读袂出来，我最近都读袂出来。我后来才发现了，我真晚才发现，华语迄日有卷舌日，甲迄卷舌甲摕掉，都是台语的字。你讲字八，咱无卷舌，有的人迄字的音消失去，字就变 L 的音、L 的音，啊，所以因读到八。即嘛大部分人拢会变成 L， 拢变成 L 音。比如讲日本好啊，我就读日本，啊，我讲日本，应该读唔对去。日本嘛，对不对？日本才对。所以会晓学写甲读的是这好处，因为你用写的拢无共款。比如讲节，咱用迄个教会白话字写的是 CHIT 嘛，是节的音嘛，啊七是 CHH 跟加一个 H， 所以 CHHIT， 所以是七，啊字是 JI， 所以这就无共款了。咱字的音其实伫台语不是用嘛？你透早起看到日头嘛？你不问我看到日头？我之前拢读日头，你读日头？你听下路边的人都拢读日，你读日头？日本大拢读日本。哦，安尼啊？对，但是个字的音消失去了。我即摆认真那个学起来呢。无数先读172好啊，172，一是节，七是七。字是字，大概记起来。啊，即摆迄个带落哈，教部迄个 CH 改做 TS 啦，所以写做 TSIT 啦。啊 ，CHH 改做 TSH 啦。这个改变无大，一看就知影。这习惯就好啊。我即摆开看教了，因为我咧看伊个教的公布。你若看伊个，我嘛是惯去看教了，我看也没关系。所以咱来练习迄个字的音好啊，叫迄个日本嘛，仁爱，仁爱是人生，而且认真，接下来咱来讲，台语个有一个华语无的物件，就是咱嘴有当时爱扛起来，拄啊咱讲音乐，迄个音啊是 IM， 音乐，嘴爱合起来，合嘴音，所以。大部分人读音乐，因为迄嘴无合，对，迄是华语的音，所以你用一个例子啊，就是讲你踮我心里，你踮我心里，这所以大家拢会读唔对，你会对尔，因为踮是有看出的，是踮，啊，我是个的音，你是要甲考安尼，我了解。啊，心是有看出，嘴合起来，毋是心，对，心你有了的，即摆少年人读的台语，是心，毋是心。啊，个上尾一个你，咱有哪里的你啊？但是台语大部分是用你，对不对？NIH， 对。我若读唔对，就是会读你踮我心里。啊，对，是你弄对，无是读正确。你踮我心里，对，所以这你可能倒转去真足听，你就知影唔对在什么所在安尼。但是你若要写的，慢慢就会变过来安尼。对。啊，另外一个是我感觉上困难的，讲实在，我到即摆个无啥要分的，就是台语有迄个落音嘛，都来讲的。啊，咱讲立声。入声甲落音无啥共款嘛，无共款吼。入声就是讲譬如讲细声甲八声啦，物件的物啊，对，甲立起的立啊，个倒立的立啊，倒立的立好啊，倒立的立是 LIP， 应该是爱读立，嘴到尾也有看起来嘛，有，是倒立，是倒立，对，迄合喙音，伊会变较短，对。因为伊的第四声、第八声嘛，毋是你，是对，完全正确。拄啊讲倒立的立就是 LIP， 上尾有一个 P 嘛，节是 CHIT， 后壁一个 T，
个一个 K， 比如讲一亿、2亿，还是讲约8亿，约，就是 IOK 嘛，对。所以你若看伊后壁有一个尾音，是因为爱读个底，PTKH， 嘿，所以有4个，有4个，啊，这就歹分嘞，可是他迄个的 AP， 吼，一压2压，吼，迄个 AP， 都你不你嘛，压，只去拄到迄个头前的喙齿，啊，过来压水的压，得字根音，啊，过来压，去较下骹加压啊。PTKH 都迄发音对头前一直发到后壁来，反正有4个对啊。对，这我是感觉这是台语上困难的，因为俚语嘛有这个粒声，伊有粒声，比如讲一得一mas，有迄得，伊有一个词诶，写细安尼，就是一起mas有啊，一得一mas是，伊有迄个抗一声安尼。伊字有表示有实在意思，有无共款，但是台语有4个，台语是，所以我等下过来讲，台语，不过台语伫这入声啦，无入声的变化，啊，讲声调的变化、轻声的变化，互台语变得足有迄音乐的水呢。啊对啊，但是你若讲外国人要来学，有较难简我家己台湾人，我虽然讲较大汉，我即马安尼。佮等去看咱知影讲，有影我会读毋着，有诶是足自然诶啊，但是我一直拢读毋着去，就是去互华语影响着。譬如讲，拄仔咱讲遐心有，你诶心啊，心，因为伊合起来，咱都无习惯，都无合啊。啊，即嘛来讲，佫一个，就是台语甲华语有当时会相并，就是鹅啊甲乌啊迄个，对，鹅甲乌，嘿对。譬如讲罗马好啊。是爱读罗的，毋是读罗嘛？罗是罗嘛？是罗马嘛？罗马，所以进前讲上面罗马里是爱读罗马里，毋是读罗马里。对，罗马里对。啊，但是因为华语是罗马，个罗东嘛是，罗东差不多大拢读毋着。罗东应该读罗还是罗？所以是罗东嘛？拢罗，迄个拢罗，毋是罗东嘛？毋是，罗。啊，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比如陆家福音迄个陆家，陆家福音，迄个是乌，是陆家福音，陆家啊，罗嘞是罗嘞，啊罗嘞这一个甲华语混做伙是讲华语的怒啊有鼻音，怒音啊，但是咱是读罗嘞，对，无的声，对，这样读得就是台南，无说应该感觉那有可能台南会读毋着，我听了就这样读台南。安尼啊，因为有可能，嘿，无注意读着的声，但是是台南，而且南是有抗嘴，爱合出音吗？无你着叫人读南部有南部是南部，但是就这样会读做南部。那是华语影响起来，迄影响最大。另外一个最明显就是苦难的台语，苦难。对，因为是苦难，毋是苦难。因为苦难，尼可能拢加减减是华语影响。加减减，像之前一寡词嘛是影响啊。较早坐火车讲北上甲南下，北上台语是上邦呢。对。即马讲北上，都故意都大家拢感觉惯势啊。落南较早讲，即马讲南下，即马嘛是当然拢会使啦。即马都拢较惯势去啊。像比如讲内容啊。这其实就歹读诶，内容对不对？内容，因为头前个内文，内容，主外甲主内安尼。我这等于拢在经历嘛，落去了，所以我的迄个以马内利啊，以马内利一直读毋着，因为是以马内利，因为内你也想要读以马内利内啦。但是瑞利还是来利嘛？这就是台语甲华语有当时也会去参做伙。拄我讲的较侪是对台语足侪音诶。另外一个是台语非常特殊的所在，就是有迄个变调。对，咱先讲本调好啊。本调就是台语有8调嘛。咱定来讲就是三底裤胯人水偏滴，就是讲你的衫底啊，你的裤。
足快，对人真水，嘿嘿，片啊直直安尼，这拄啊你用本音一个字读的时阵啊，就是八个音，对，无输个读个，我读的无准。三底裤闊，人人水偏滴，正常是用人 A， 但是感觉真歹势啊，对啦，改做人水较对啦，对啦，所以这有八个音，我看人写，我感觉你较好记，就是讲你八个音，就是第一个是高频音，三有啊，这是较悬的音，但是平就是无安尼，无起无落安尼，底是较悬的音，但是有落落来的音，所以底口插咧遮，第一个是起音较悬，一个起音较低，对不对？跨就是较低，但是是低声，跨，甲迄个第八音的滴，就是较悬，但是嘛是低声。所以你去看到高频、高降、低降、低短，声音就是人这个声音。就咱无第六个音嘛，第六个音甲第二共款。第七平声，但是伊甲第一个无共款。对，第一较悬，嘿，第三较悬，偏较低。上尾是低，就是低声安尼，所以有八音啊，就是高频、高降、低降、低短，声音无第六个音嘛。第七个音是中频，上尾一个第八音是高短。你若听下即摆已经感觉讲足复杂诶，接下来到恐怖就是台语有字变调。人讲字变调意思就是讲啊，两个字连做伙诶时阵啊，第一个音来变调。对后壁字读本调呢。譬如讲，正常定咧讲啊，迄个房间有房间，嘿，咱若一个两个字分开读房。迄个两间房是第五声，但是房后壁若有字，譬如讲房间，就房五变七，那个房间，就是伊若咧上尾一个字，也是讲家己一个字诶时阵啊，伊就读本调，就是五声房，对。但是因为后壁有接着字啊，所以得读房间，对，你袂使读房间哦，就就安尼听对，就算讲两个字是共款诶字嘛是安尼，譬如讲芳。香芳是第几声？芳第一声，第一声嘛。芳，爱读芳，袂使。第一声会变第七声，所以读到芳，第七声第一声芳，袂使读到芳。对，但是你若是华语上就无这个困扰，华语差不多拢袂变调。大部分语言嘛拢无需要变调。所以即马你就知影讲，你本来来讲台语是足轻松诶，因为我咧读诶时阵，我读甲毋捌想过遮个数字，几条变几条，我就晓读啊。但是你若去看人来写，用写出来，拢是写本调。对，写拢写本调了。但是你毋知影怎，你读诶时阵，你就家己会晓变。家己会变。我若甲数字读出来，你就知影讲，咱毋知影啦，咱读下来，种已经会记得安尼，就是573217。对。5732117。5732117，第五声会变七声，七声变三声，三声变二声安尼，二声变一声，一声变七声，573217。若是第四声呢，有当时变8，有当时变3，483，个一个八声会变4甲2。这你去查拢查会着，但是这甲你讲就是讲你，好你家在你哪要讲，甲这个语言甲传落去安尼。拄啊讲4甲8，就是看是后壁拄着是。咱讲迄个立声，有人拄着 H 还是拄着 KPT 安尼，这个有影足复杂诶，这爱慢慢学啊。我之前甲人开讲，人讲你若用迄个汤即个离合啊，变两个字糖啊是，汤就变糖啊，对，汤第一声嘛，糖啊是汤诶读法变第七声，糖啊门来讲有变，糖啊门嘛有变，就变啊，对，嘛爱变。所以你若糖仔问的是头前的汤甲两字拢爱变，所以你看汤仔问，咱个有说咱好调安尼调，咱调，个三字是大家读调，这三字连声吼嘛是甲台语一个特色啦。对啊，所以你就袂使读调，对啊，调，讲起来就注意，但是你刚才
你讲你若用来考试嘛，这困难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外国人会感觉哇，你台语刚好需要，刚好需要才复杂的呢。但是有一个好处啊，咱嘛这无嘛要讲过嘛，就是讲你若台语，你若甲歌词写出来啊，你甲变成用唱的就简单的啊。你有这察觉，你有这词曲咬合，这是台语一个足水的所在啦。好啊，咱台语所要复习了啊，不是有啥补充的话？无，我感觉台语哦，实在是足水的。咩，我呢一站去教中文吼，啊，尾倒来教台语才想讲啊，我教台语的时间教了伤少，迄教中文时间教较济，有够无彩。接下来咱来讲迄个，咱就到即嘛已经第23集啊嘛。咱再来回想一下好啊。咱第一集预告嘛，就是讲咱本来想讲60集安尼，啊一寡咱的题目有先讲过啊，啊主要是后半段咧讲迄个文理的重要嘛。对，我是算讲安尼明白牧师的，我是开始教会牧师的来演讲的讲迄个文理的重要。我想咱的合作做一个节目啦，对，合作做一个节目，啊就敲电话牧师，啊牧师就答应安尼，啊嘛5个月就过去啊，啊迄阵嘛趣味就是后壁讲的，一个是迄个。埃及人啊，应该就这物件都记得迄个草纸顶头蒲草啦，伫迄蒲草顶头啊，包括以色列甲埃及中啊，吼啊，较早的生活拢看伫啊，啊，甲拿破仑后来甲埃及相战的时，啊，因为战争嘛，啊，乌迄个箭膏，乌箭膏是对个涂骹乌出袂少迄蒲草纸啊。拿破仑一看到伊，当然足欢喜，讲哇，这几啊千年的文献啊，这记达了，这后日我搞不好用这来出名呢。啊，来加伊国大图书馆，啊，这国大图书馆去头一看，讲这几啊千年的希腊文，哇，这要紧哦。结果一研究咧，迄内容是差不多翁仔某咧请安啦，做生理啦，啊，买一罐豆油啦，啥迄款生活平常时无啥物历史记载，无啥物思想记载，啊，大家讲迄无要紧。啊，甲凊彩当个生活物件。啊，图书馆甲蛋都边个，感觉啊，这无要紧啊。啊，无拍算甲差不多到19世纪初小年代，我无确定吼。一个迄个德国有一个希腊文的专家，才确定讲，这个文字足要紧的文字。迄个文字拄啊差主前300年，甲主后差300年，即600多年中间，啊，伫地中海沿岸，包括巴勒斯坦这个所在，一般人民毋是官方诶，人民咧讲生活中诶语言。啊，对安尼，逐个人确定这样事。新约诶圣经是用一般人，毋是用文言文，一般人诶语言，就是讲用日常诶话咧记载上帝诶话。这真要紧，这真重要，因为的圣光利用华语来看，咱白话文运动嘛是足近的，1919年，对啊，咱进前大部分人拢会晓讲，不晓写，有人讲青梅有嘛，对，啊，无得写物件摕来互你看，就是种文言文就歹读的安尼，对，但是一开始圣经在传的时候，就已经用迄个白话，巴克咧办教会公布，伊要用白话字嘛是迄个观念。这会当用恁一般的语言记载咱的思想，记载咱的对话，记载咱彼此的欢喜甲悲伤。伊用这个观念来推测这个字。所以文理变成讲安尼，咱日常的生活会使用，啊，嘛会使写了，等他拍电影安尼，就会使留落迄个时代的物件嘛。因为伊嘛那个嘛较好读嘛，所以咱就讲迄个时代，就这查某我落去读册。对。但是学这白字念就晓诶，对，伊念会使看报纸啊、读圣经啊、唱歌啊。对，这我感觉白字对女性来讲特别要紧。迄个年代查某囡仔拢互人华语讲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拍迄个观念。像我老母也无读日文，也无读中文，伊都干了一项白字。哎呦，倒我都读圣经，倒我读圣诗，伊可嘛好多写配合你。我感觉这实在是对因来讲，迄是开另外一个世界，开另外一个文字的世界，迄足伟大的代志。后壁有一集可能讲迄个教会公报啊，内里有足侪故事嘛，足精彩。对，啊，你若要白话字，你就念去看有啊。啊，有诶毛批，写批或写啥物？对，国外诶人写。对啊，你咧讲迄个年代，像我迄阵做兵，足侪长老教会诶人。
因老爸老母毋捌字，毋捌汉字，啊写批互因囝讲啊你平安无，拢嘛用白字写。对啊，哎，辅导长一看着吼，拢爱检查批。对，哇，恁这也毋是英文，你这啥？你读给我听。讲哎呀，阿囝，啊你最近好无？衫穿有烧无？啊，佫真正读了出来。哎呀，对啊，因为我最近网络就看了一张批是写叫日本的亲戚，伊就是用白字写。对啊，大家看来讲就是英文的，那比较水着，但是都知影讲是台语，台语就早有法度写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是第一集。啊，第二集咱是讲，你若第一个要去教会的时阵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对。我一开始去教会是人介绍的嘛，是啊，尾来我拢去台语教会，因为咱就来讲学台语，爱有迄个机会嘛。讲实在去台语教会上济，因为主持啊、唱歌啊，个读金句啊，像全部拢用台语，啊是真优美的、真水的台语。对。所以，代表你听别人讲，你嘛知讲哦，其实会晓讲人就济，啊，讲了好的人就济。啊，长老教会是算讲台湾，算讲上正派啊。本土意识上强诶。啊，你起码袂讲叫你来洗礼啊，因为长老教会一开始就拢敬人诶，就是讲你若无去遐聚会半年以上，啊，你若无有遐礼拜圣经啥，伊嘛袂甲你洗礼。长老教会较习惯的方式是甲你做朋友啦。对啊，甲你做朋友，渐渐你也认捌教会，啊，你也认同，爱有这信仰，则请你来说哩。有诶，较像直销啦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人就想着教会拢想着直销呢，就不一样诶。所以咱录这嘛有好处嘛，因为你听这袂起用扭去嘛，啊，叫一开始家里你可能会惊呢，所以咱第二集就讲一寡过程，因为含我所有即嘛，因为我都出国，我逐礼拜拢会去，啊嘛去差不多要1年啊。我到即嘛还袂熟悉咧。我个咧授课上好，我读圣经读了，主要是讲吼，你去的时阵，你也知影伊会发生什么代志啦。你知影了，像咱一直有讲的嘛，有3个部分嘛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你爱准备。对。啊，对，算讲你为外口到这个圣殿内底，爱准备，爱心爱浸落来安尼。啊，第二个部分就是讲道的部分。啊，上尾一个部分就是回应嘛。回应。啊，要刷进前有一寡教会的消息，嘛使听讲教会有啥物人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，发生活动安尼。人甲人彼此关心嘛呢。啊嘛袂收你钱嘛，所以奉献是在人诶，在你诶，你无奉嘛无要紧啦。所以这你若有对迄个长老教会有兴趣啊，是讲其他教会有兴趣，再听第二集。伊就甲你讲诶，为一开始讲平安啊，这过程差不多是安怎安尼。是。啊，咱第3集在讲迄个第一届，你若要读圣经摕起来时阵啊，有啥物注意诶所在安尼。咱后壁有一集嘛，捌讲过嘛，圣经就敢若一间图书馆，伊内底有歌诗啊，嘛有迄个历史啊，啊嘛有迄个讲道的内容啊，啥。所以你若为第一名开始读啊，你会感觉足痛苦，连你都会拄着啥物名数记有无？一般人读袂落安尼，所以无须。刚刚足侪人是讲为新约开始读，我也较建议人对新约开始读呢。啊，为了对咱这促销安尼，咱录这是有伊的意义安尼。啊，内底有讲着8本，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约书亚、约伯记、阿摩司书，那个后云书，保罗推信，那个启示录，这是一个哈佛大学教授写的。读了差不多知影圣经在讲啥，但是上好伊无所有立场是应该拢爱读嘛，对了，啊，第4集咱来讲迄个介绍迄个台语，你即摆来等于听第4集，咱拄仔讲，你会发现我进步就这，无所应该是拢共款，但是我慢慢对台语较了解安尼，对啊，第5集是马街到即摆要是要做红诶哦，马街要做红诶，应该咱若前5名是第2名，我昨有去查过安尼。安尼啊，就这样爱听马街的故事。马街故事无须要真简单讲一摆哦。马街是伫加拿大出世，啊，后来伊读 Princeton 诶神学院，了后，互加拿大诶教会啊派来台湾做传教士，伊是第一个。加拿大教会派去国外第一个，不是，看来讲第一个派来台湾是派去全世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
马偕有一个性格真好，就是讲伊有迄个开拓者的精神啊，所以后来伊在1872年3月初9入淡水，安尼开始整个北台湾的宣教，包括医疗宣教、服务病院吼等等，到今日大家所了解安尼。伊个故事就精彩，你也等于听。譬如讲，伊有带台湾人。对，真聪明。这就有诶，啊个伊就也蛮出去诶，蛮出去诶。这是咱台湾历史啦。对，这咱台湾史，这毋是讲教会历史，是有影台湾现代化。你咧讲迄历史吼，譬如讲马偕1872年3月初9上淡水吼，伊第一名带队，你足趣味呢。我后来才查着讲，伊是带北台湾咧卖地米诶一个外国商人诶厝，叫永道。迄个人，互人叫做迄个台湾地米之父啊，道的啦。所以台湾地米的历史嘛，是为遐来安尼。这咱未讲过，有机会咱再来开讲安尼。所以这集就是马偕第5集。尾下第6集，咱是讲一寡牧师的生活，牧师的生活安尼。你就知影牧师是足辛苦的工课安尼。因为牧师较无共款，对牧师。对，我算伫顶咧教会内面较。少数中的少数啦，因为我一方面教册，一方面做教会学生工作，一方面做牧师安尼。像迄牧会，我牧会无牧会过。牧师啥无去牧会？我感觉我能力无够，真的我感觉我能力无够。一般人做会够，这样24点钟拢24点钟7-11咧。对，这了不起诶！我安尼一路看来，有一个时代牧师佫足危险诶，定掠去关安尼。对，你若接要听马偕，就知影讲，为一开始有一寡问题，到即卖面对诶问题拢无共款啦。一开始有人个蛋石头马偕嘛红泡过使啊。对啊，渐渐诶开始就变成讲佫有政治诶问题啊，谈问题安尼，真了不起诶工课。这集讲了一寡。即嘛现代牧师诶日子安尼，第7集咱就是讲迄个宗教改革。宗教改革主要是马丁路德。路德马丁，台语甲翻做路德马丁。对德国遐诶，为遐开始发生诶。澳洲怎变做两半？台湾遮可能甲瑞士啊，甲苏格兰这拢较有关系安尼。对，他点了教会。这是几片诶改革的对。这嘛这集嘛真精彩，但是吼。差不多到这集到第8集，咱迄阵都开始录音，较袂晓诶，发生一寡问题，所以可能就要听起来迄个声音无遐清楚安尼。但慢慢为第8集了后的拢好啊。故事本身是最重要诶，毋是看他对台湾，是对全世界。宗教改革对全世界历史迄影响就足大。对啊，第8集咱第一个唱歌，来介绍一寡迄个。台语的姓氏，一个用法是讲学台语，这样也要不要讲，但是也要唱嘛。江辉啊，啥迄对啊，真个好势个怎么叫伊讲台语安尼提提吐吐安尼？对啊，想我大家拢爱唱爱拼才会啊。但是姓氏那这个歌会使唱诶。咱有讲到一个歌是故事嘛，最精彩。因为讲马偕捌踮迄个家人诶庙口唱歌是啊。伊唱一条啥？我真救主无惊见笑。对，你定会过身进前嘛有去迄个病院唱歌有听嘛？伊个爱听几首歌。是的，一条就是迄个至好朋友。至好朋友就是说，甘当做歌较艰苦，真正咱有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对，咱一直就是有。甲歌词讲介绍一解，个背景安尼，阮两个有唱。咱无专业嘛，无迄个无半招啥，但是大家会使用这个机会去接触迄个台语安尼。第9集开始收音就较好啊。第9集讲甘威林，是，其实甘威林我定下谈着。甘威林是甘，最合音林，甘威林。对，人讲迄个林先生啊，是林先生，是有看嘴诶。毋是林，就这样拢读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毋是林先生，林先生，这无读甘威林，甘威林是咱博教会一个真重要的人嘛，个生涯就缘投诶，伊伫台湾40几年过了呢，对啊，我简单呢，我两个在小朋友别人看，你看这个是就缘投的呢，迄足有迄个男性的迄个气概啊，伊是算上危险嘛。险去用台词，对，所以我感觉上感动的是讲有
为着迄个青美人开学校。对，啊，即足侪宣教师拢有即款精神咧。其实甘美林奉献足侪所在，教会头一摆打上平湖嘛是伊啊，伊去平湖，伊去平湖。今仔日台南新人迄搭遐，包括新老病，迄对土地是甘美林甲一寡宣教师，逐个招咧买迄块土地。伊等于迄个可能走去荷兰去看。对，伊对台湾吼，我感觉足有情，就是。知影讲遮有较早荷兰人伫遐传道理，对，什么把咱历史个经历进前个报起来呢？即摆有一本中文本嘛，迄个何巨下的福尔摩沙，迄本英文版就是伊写。我感觉伊对台湾历史比咱足厉害啊！足厉害。迄集嘛，足趣味的，再等伊听。第10集就是约伯记。因为我到即嘛为止啊，我家己上爱是约伯记。我感觉伊诶。毋管是用文学来看，还是讲伊内底智慧啊，是，拢是我即嘛知影上悬诶。是即讲实在嘛加上久。好咧，线足济。线数足济就对啦。因为个经历的对啦。因为真复杂，讲实在，你若想讲约伯记诶故事，用讲诶足简单诶，但是伊迄相关诶物件太济。是，一个做好诶人啊，做好代志诶人啊，嘛是拄着歹代志。嘛是拄着歹代志。这规本就是咧解说一种义人敢会拄到歹代志，敢会有即款代志。对啊，特别是讲你若比方是习惯讲迄个因果论的人，对，这是完全无共款，完全无共款的看法。这算讲基督教就无共款的所在，对，会使等去听。啊，第11集咱来讲迄个基督，主要是诗篇那个一寡有名人讲过基督文安尼。啊，我嘛是第一个知影讲迄个。圣方济，圣方济各，圣方济 Francis of Assisi， Saint Francis， 然后就水诶。啊，尾他怎样讲？迄个柴契尔夫人，伊就任时阵啊，大家拢在攻击嘛，查某诶啊，一个足强势安尼，啊，伊伫路口行早起，伊就读这段。这段足感动人，这段足感动人。你去看 YouTube 去看会着，你会知影讲为基督文是足水诶。基督文真水。啊，无是讲着。特别讲23篇嘛，诗篇嘛，诗篇23篇。无是讲去迄个228的迄个礼拜时阵嘛是用诗篇嘛，对，23篇，因指定的啦。啊，你也知我去主日礼拜？你有讲啊？我讲啊，歹势。迄就是中间一个受难者，伊的妈妈丈夫无去。一直拢无找着嘛，无找着啊！知影死啊！但是安尼嘛毋知讲死伫对啊，佫其他人来掠。伊讲伊半暝起来要小便，看到老母跪伫咧祈祷，问妈妈讲：“啊，你祈祷啥？”讲用诗篇23篇祈祷。所以这两集你会使合起来看，就是约伯记甲祈祷这两集安尼。就是你若拄着像228事件这。还是讲，像教会嘛，有一个20几岁查某囡仔的突然的过身去啊。这你若用迄个因果论去看，你会感觉讲，这可能跟世人做歹代志。我想不爱迄种讲法，对，足自伤害啊，对。但是你这样当基督教内底有，我感觉会互你一个安慰啦。对，12篇就是阿摩司书。这是先知内底，咱刚刚较少讲着先知书。但是咱第一个讲的先知，这因为创英文捌用过伊内底一句话嘛，伊的主题就是讲爱正义啦，爱帮助迄个善巧人啊，这是圣经一个真重要的迄个主张吧，为头到尾拢安尼。13集就是迄个马雅各，这边听马雅各，马雅各，这是台湾头一个宣教师，嘿啊。嘛是医生嘛，啊，你爱去听一个在讲，伊毋拿伊尔，因囝嘛是个，对，因囝马雅各2世，这毋是一个人尔，这是两代的人。因囝嘛来台湾，啊，这就到即嘛更是咱第3名，大家人对台湾历史拢趣味哈，对。嘛需要啦，讲实在，咱这块土地足侪人来做过好代志啦，这个歹代志嘛足侪啦，但是好代志的人，你特别爱听呢，因有真坚强迄个信念安尼。一个迄个外国商行的一个人叫做 Pickering 啊，咱中文甲翻做毕基林
啊，毕竟有一摆讲啊，你伫台南吼，遐台南人赶吼，啊，无欢迎你。来，我听讲吼，迄个荷兰时期的基督徒吼，啊，拢走较挖山去。我带你来遐看卖，看还阁有基督徒伫遐无？啊，伊怎啊对迄个新市啊，今入去到即摆公啊拿啦吼，啊，组镇啦，等等遮所在，结果四界有人安尼讲，阮的红毛亲情来啊。哦，有的人，红毛就是讲以前荷兰人，啊，有人讲，恁是安怎遮尔久才过来？哈，阮做公啊所团的恁，阮是安怎遮尔久才过看到恁足欢喜，啊，老阿婆有诶讲啊老阿婿，啊，大家倒样请，我妈啊讲看啊感动噶。所以其实有当时爱本地化的是安尼，因就是进前无留因的教会甲本地牧师嘛，啊嘛无文献留来。迄点是足无彩，即嘛拢有啊，即嘛基督教的嘛有迄个希拉雅迄个教会，对，有因无对一般200年算起呢，因对荷兰是算起呢，伊来讲我宣告400年呢，对，比迄个咱讲平地较早安尼，对，书信嘛是安尼啊，对啦，其实日本嘛有发生，对，日本嘛发现这信徒在发现，即嘛是世界遗产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是真重要一段历史啦。对啦，14节咱讲登山宝训，就是福音书内底，就算讲是耶稣的讲道的一个重点安尼，一个足要紧的重点。这伤过重要，你要等伊听。我若要讲一点，就是讲，咱讲到尾啊，我就发现讲，哇，要做基督徒要求实在有够悬的。甚至有诶到怎啊，实讲我做牧师，我根本做袂到。但是以前嘛有讲着讲，那就这样做会到，你诶世界就较安全的。啊，15集是迄个台语诶文学，对，咱就讲一寡故事嘛。有咱台湾第一篇诶迄个小说，或者日本诶怪书，迄边足侪人，即满足侪人知。对，就是有诶，迄再等伊听。来这个讲一寡陈明玲写诶故事，陈明仁呐，写阿纯呐。我最爱讲介绍迄篇小说，迄篇小说写得实在真好。嘛介绍歌戏啊，啥拢有介绍，就是台语经过这100年来发生诶代志安尼。啊，主要是讲牧师读诶就好听。多谢。正确诶台语是安怎读诶听一集。啊，第十来集是咱到目前为止上侪人听诶。就是出埃及记。这故事因为本来的世界人拢知嘛，摩西啊，出航海啊，这咱讲无啥物特殊诶介绍。啊，大家这听诶原因，我感觉是讲，可能咱这个时代，咱台湾做这问题来处理。啊，以色列人伊算讲捌做人诶迄个路在嘛。对。虽然是3000年前诶代志。佮咱即嘛佮接小话诶呢。咱讲过迄个讨棒神学啦，吼，解放神学，讨棒神学足爱用出埃及去做伊诶思考诶基础，就是讲对受做奴隶诶所在，啊受拯救出来，脱离以前诶痛苦。这个故事诶原型，差不多伫南美洲啦，是足侪所在，甚至伫女性，吼，足侪所在拢咧讲这个代志，就是讲。上帝毋那是较早伫以色列带因出埃及，嘛要伫南美洲带这经济受压迫的人带因出困境，嘛要带这女性会带因出困境。啊，17集咱讲到另外一个北部教会，就是接续迄个马街吴威廉。这无录之前我毋知影伊故事，遮尔啊济啊，真精彩。啊是嘛是加拿大来嘛？加拿大来，无所以时呢结论就是讲。好咧，个再派这两个来，对不对？对了，一个是英雄啦，啊，一个是点啊组织安尼啦，咱配得足好势。18集咱是用主题是金钱，这集嘛最侪人爱听的，可能大家即马发现金钱无法度买着快乐。这集我感觉有真深的智慧安尼，啊，因为圣经内底有800外所在拢讲着金钱安尼，咱算有经历过。金钱无应该真做逐个人生命要变更较丰富的脱开啦，啊，足可惜了，足侪人金钱变做脱开，脱开是阻碍啦，啊，19集是速度行传，耶稣去用定时日记了发生的代志嘛，啊，有主要是保罗甲彼得
啊个一个学生，对，这有一个历史，啊嘛讲着一个通过保罗先生传到欧洲，传到罗马去。这是后来福音整个破碎化的先锋啊！一开始啊，迄时阵电脑拢会去用杀气好，使下食啊，去用来去点啊，所以这个是真艰难，真困难的，情境，迄个情境足困难的。我进前无想到遮济啦，因为即马你就讲基督教已经是全世界上大的宗教之一嘛，对啊，像美国啊，像这差不多欧美的国家拢是基督教，但是一开始你想是就是几个人尔。啊是安怎有法度变成今仔安尼？一开始非常重要安尼。20到21节是连做伙啦，一节咱是讲圣诞的故事嘛，是啊，一节咱是唱迄个圣诞歌曲，这人爱听咱唱圣诞歌呢，你看你，那个时机拄好，这个这样听。该讲一摆，咱无讲专业吧，你去教会做伫听，拢比咱唱的较对了，对，但是后壁的故事名。对了，几个牧师拢会晓写歌去带咧山内底啥，哇！我听了嘛就感动。你咧讲圣诞节，我今嘛想起一个代志。最近人问咱 Christmas，可头前写一个 X， 英文的 X， 迄是什么意思啊？迄个 X 是伫希腊文是读的 Q， 后来都毋免写较长嘛，都用一个 X 代替迄个 Christ 啊。那 Mass 是今嘛弥撒嘛，对，的基督的弥撒的圣诞节啊，是安尼啊。22节的上尾啊，就是咱讲迄个巴克勒的顶一节吧。巴克勒这对台湾非常要紧。咱个摆遮话来讲，就是因为伊甲过年有一寡关系，就是讲伊逐年拢会算讲。重新个想一摆，讲伊的人生要创啥个签名啊，这样。伊是16岁是写现新闻啊，为生日讲嘛。但是咱即摆过年你嘛会使算讲是一个新的开始啊。对了。好，以上就是这22集，即摆想起来无简单哦，咱来录个节目。我是有啥要讲的话？甲你做伙做这段节目，安尼互我得到真济嘛。爱多谢听的人嘛，多谢你咧。对，我是感觉这我做过上有意义的代志安尼。代志上尾拢有故事甲根据嘛。我的故事拢是人有些人甲讲，有人写去找的。我讲了迄个约伯记迄个故事的时阵，人就讲迄个巴哈。因为巴哈实在是约伯记一个真好的迄个模样安尼。因为伊在世时过了足惨的，无人爱听伊的音乐安尼。个伊嘛无钱啊啥你想咱即满啦，一个韩流来，大家爱叫，迄就是人当天外看，你知影无？对啊，但是实在是足爱音乐的。咱就讲嘛，伊拢会写一个 SDG 嘛，就是讲迄荣耀拢是归予上帝。人就讲巴哈叫一个最厉害的所在啊。人有讲伊用2支手指啊，就会使起一间教堂。2支镜头啊，因为伊的音乐拢非常简单。但是就庄严，真庄严呢。咱大家拢知影马友友嘛，是马友细汉时就是巴哈，因为巴哈的音乐吧，伊一个人会使有。一般来讲，咱若一人唱歌有还是用一支手弹迄个 piano 啊，一听会怀疑讲即单薄的，去唱简单啊。但是大提琴啊，伊就知影讲安怎演奏啊，伊会使演奏过三部的声，关音、中音甲低音。因为迄大提琴咧，迄个弦的震动嘛，就看他有法度抓到这个重点，所以你听起来敢若几个团体啊，都要表演安尼。反正这已经无版权，我也放大家听。马友之前佫飞来台湾嘛，伊佫有甲这个故事讲一摆，就是讲伊巴哈的音乐非常的重要安尼，对影响最大的。但是咱记得巴哈就是伊讲所有的阳光拢归予上帝。上尾的无事根据。好，我来用诗篇66篇第12节做咱的根据。你用阮人驶车到过阮的头壳，阮经过水甲火。总是你带阮到宽阔自由的所在。我去读一摆诗篇66篇12节。你用阮人驶车到过阮的头壳，阮经过水甲火，总是你带阮到宽阔自由的所在。